分组1、2、3名，请到舞台前领奖啊！分组1、2、3名，请到舞台前马上颁奖。分组的冠军，等一下还要参加总。哇，我们这一次1号是一个小米粉头，非常的可爱哦，我们的小选手。好，我们可以让我们9号小选手差一点点。那变成我们的市长杯大概有第3届了哈，我想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过去青工的伙伴，以及现在我们青年工作这个志愿服务协会的所有的伙伴们的一个辛劳。我们都知道孩子是我们的宝，怎么样让孩子有一个快乐、安全成长的空间，就非常的一个重要。那我们呢，现在在彰化县生一个小宝宝，先补助3万块。那现在呢，育儿津贴的部分，那如果你是自己带或者阿公阿妈带是2500块，如果你是给合法的保姆带，政府补助你6000块。另外在2到5岁的部分，我们现在彰化县政府正在建构一个这个优质以及平价化的新进化的一个计划。我们希望未来提供给大家能够更加的这个评价哈。那像我们现在有能够进去我们公托，大概所需是2500块1个月。如果你进到我们的非营利幼稚园，那大概是付3500块。如果是跟彰化县政府有签约的准公托的幼稚园，你大概只要付4500块。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评价，应该会让我们的年轻人负担不是那么的多。那另外我们现在在我们园林地区即将会开始来着手移动，跟我们卫生所以及我们日照，还有我们的托婴中心、亲子馆做一个整合，会在同一个大楼，就是希望让年轻人对于长辈跟我们的洗水都没有后顾之忧，你的认真的来培养水哈。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在公所工作志愿协会张理事长以及全部的会员能够连续举办第3届市长跟活力宝宝的一个运动会。首先感谢我们的张理事长以及所有干部们，感谢你们了刚刚我们县长也讲了很多包括对于今天来讲彰化县政府补助3万块，我给你提供我们一个领奖的补助给6000块，总共生意还有36000块可以马上可以领刚刚县长有提到义务的出游，我们政府还有一个